呢啲年台海局勢越嚟越複雜，日本嗰邊總有啲政客跳出嚟對台灣問題指手畫腳，甚至泱嚷住要協防台灣。呢一種話唔光係插手中國內政，更係踩咗中日關係嘅紅線。不過好多人唔知道嘅係，其實早喺46年前嘅1978年，鄧小平就已經將話講得好明白咗，關於日本喺台灣問題上該係乜嘢態度，答案清清楚楚。咁可唔係乜嘢外交場面話，唔係打太極，而係一個俾日本政界到今日都該記在心裏面嘅歷史提醒。而家翻轉頭睇嗰段歷史，你會發現鄧小平當年嘅戰略眼光同埋政治智慧，放到今日依然管用。1978年對中國嚟講係個特別重要嘅年份。呢一年12月，11屆三中全會開咗，改革開放大幕正式拉開。而喺呢一之前嘅10月，鄧小平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後第一個訪問日本嘅國家領導人，踏上咗日本國土。呢一次訪問分量好重。8月12號，中日雙方啱啱喺北京簽咗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結束咗拉鋸好幾年嘅條約談判。鄧小平呢一次去東京，主要就係交換條約批准書，俾兩國和平友好關係打下法律基礎。不過表面上中日關係睇住企和氣，台灣問題卻一直係個繞不過去嘅坎兒。嗰時候台灣喺日本投資唔少，人員往來亦都頻繁。日本政界有啲人同台灣當局走得好近，更加讓人唔放心嘅係，個別日本政府官員仲公開參加台灣方面搞嘅活動。呢一名擺住違反咗中日聯合聲明嘅基本原則。就係呢一種嘅背景之下，鄧小平喺訪日前後就日本喺台灣問題上可能嘅立場，講咗一系列好重要、好明確嘅話。1974年7月，亦即係鄧小平訪日前4年，佢喺北京見咗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盛。呢一次談話，鄧小平就已經將台灣問題嘅態度亮得好清楚。鄧小平特地讓竹入轉告日本首相、政府主要官員別做傷害兩國聯合聲明原則嘅事。佢講嘅就係前不久日本個別政府官員公開參加台灣方面活動嗰檔指示。鄧小平講得好直接，中日兩國之間嘅問題焦點仲喺台灣問題上。佢跟住話，中國梗係希望能夠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台灣問題，但係要係唔得呢，咁就只能夠用其他辦法啦。然後鄧小平提咗一個到而家都值得琢磨嘅問題。有啲日本人抱住台灣唔放，佢抱得住嗎？呢一個話聽住輕飄飄嘅，實際上包含住深刻嘅戰略判斷。日本要係非得喺台灣問題上同中國對著幹，最後肯定係白費功夫，甚至會俾自己惹麻煩。1978年10月23號，鄧小平喺東京同日本首相福田詔夫會談。傾到台灣問題，鄧小平嘅態度就更明確啦。佢話：我哋實現台灣回與歸祖國，亦都要充分考慮台灣嘅現實。美國總希望我哋承擔義務，唔使武力解放台灣。我哋話幾時用乜嘢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係中國嘅內政，美國冇資格管。鄧小平仲解釋咗中國嘅戰略考慮，實際上我哋要係承擔咗唔使用武力嘅義務，反而會成為和平統一台灣嘅障礙，讓統一變得不可能。咁樣台灣當局就會有恃無恐，尾巴翹到天上去。呢一個話雖然係針對美國講嘅，但係道理同樣適用於日本。任何想讓中國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嘅外部壓力，都係對中國內政嘅干涉，都唔可能被接受。1978年10月8號，鄧小平見日本文藝家江藤順時，認到咗一個更加具體嘅問題：日本喺台灣嘅投資。鄧小平話：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哋喺台灣嘅政策會根據台灣嘅現實嚟處理。比如話，美國喺台灣有大量投資，日本喺嗰度亦都有大量投資，呢一個就係現實。
我哋正視呢一個現實。呢一個話透露咗兩個重要信號。第一，中國統一之後會尊重台灣嘅現實，包括外資嘅合法權益，呢個係對日本經濟利益嘅一種保護承諾。第二，更重要嘅係呢個亦都係個委婉嘅警告。日本喺台灣嘅投資唔能夠成為干涉中國統一進程嘅藉口或者工具。中國會保護合法投資，但前提係唔好攞呢一個嚟插手中國內政。要理解鄧小平點解喺1978年對日本話咁明確嘅話，得知道當時中國對台政策正喺度經歷重大轉變。從1978年10月起，鄧小平喺內部講話裏邊已經開始用台灣歸回中國呢一個講法，唔再提解放台灣啦。呢一個係個好有歷史意義嘅轉變，標誌住中國對台政策從強調軍事手段轉向強調和平方式。1979年1月1日，亦即係中美建交嗰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咗著名嘅告台灣同胞書，正式提出和平統一方針。呢份文件嘅精神，其實喺1978年鄧小平訪日期間就已經初步形成咗。1978年11月，鄧小平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第一次明確傾到統一之後，台灣嘅某啲制度同生活方式可以不變。佢話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哋會尊重台灣嘅現實，比如台灣嘅某啲制度可以唔喐，美日喺台灣嘅投資可以唔喐，嗰邊嘅生活方式可以唔喐。學界認為呢一啲講法係一國兩制構想嘅最初萌芽。呢一個偉大構想後來成功解決咗香港、澳門問題，到而家仲係解決台灣問題嘅基本方針。值得注意嘅係，雖然強調和平統一，鄧小平從來冇承諾放棄使用武力。1978年1月7號，鄧小平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團嘅時候講得好明白，解決台灣問題就係兩隻手，兩種方式都唔能夠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嘅力量大概要大一啲，實在唔得，仲得用左手，亦即係軍事手段。我哋喺呢一方面唔可能有乜嘢靈活性，要講靈活性就係我哋可以等。呢一個兩隻手嘅比喻好生動咁說明咗中國嘅底線。和平統一係首選，但係絕不排除使用武力。任何外部勢力，包括日本，都不該誤判中國嘅決心。中日兩國嘅歷史關係既特殊又複雜，日本軍國主義曾經俾中國人民帶嚟深重災難，呢一段歷史永遠不該被遺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係兩國關係嘅重要轉折，亦都係日本真誠反省歷史、走向和平發展嘅重要標誌。但係如果日本喺台灣問題上卡錯隊，試圖重新插手中國內政，呢個唔單止會嚴重破壞中日關係嘅政治基礎，更會讓人諗起日本侵略中國、佔領台灣嗰段黑暗歷史。呢個係對中國人民感情嘅嚴重傷害，亦都係對戰後國際秩序嘅公然挑戰。1978年嘅中國啱啱走出文革陰影，經濟基礎仲好薄弱。當時嘅日本已經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喺亞洲影響力好大。但係46年後嘅今日，形勢已經發生咗根本性變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幅提升，軍事實力更係今非昔比。相比之下，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人口老齡化嚴重，戰略自主性亦都受到好多限制。喺呢一種力量對比之下，如果日本仲抱住1978年嘅心態，試圖喺台灣問題上跟中國較量，結果只會好似鄧小平當年問嘅咁，佢抱得住嗎？答案顯然係唔可能。台灣問題係中國內政，呢個唔止係中國嘅立場，亦都得到咗國際社會嘅廣泛認可。
1972年9月29號簽署嘅中日聯合聲明，明確寫住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係中國嘅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嘅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同埋尊重中國政府嘅呢一立場。1978年嘅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確認咗呢一個原則。呢個係中日關係嘅政治基礎，不容動搖。如果日本政府或者官員違背呢個基礎，就係違反國際承諾，破壞國際法基本原則。遺憾嘅係，最近幾年日本喺台灣問題上出現咗一啲讓人警惕嘅動向。一啲日本政客公開話台灣問題關係到日本嘅安全利益，甚至鼓吹日美要聯手協防台灣。日本自衛隊加強咗近台灣地區嘅非官方接觸，喺釣魚島等問題上亦都不斷挑釁。更過分嘅係，個別右翼政客竟然公開為日本侵略歷史翻案，美化殖民統治。呢啲動向如果唔加以壓制，肯定會嚴重損害中日關係，把兩國關係引向危險方向。更重要嘅係，日本需要認識到，台灣問題唔係可以攞嚟討價還價嘅外交籌碼，而係關係到14億中國人民核心利益嘅重大原則問題。喺呢個問題上，中國冇任何妥協餘地。回顧鄧小平46年前嘅表態，我哋可以從中學到好多戰略智慧。鄧小平喺台灣問題上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呢個係底線，絕不動搖。但喺具體政策上，佢又表現出高度嘅靈活性同埋現實主義，提出一國兩制嘅創造性構想，充分考慮台灣嘅實際情況。呢一種原則嘅堅定性，跟策略嘅靈活性相結合嘅方法，到而家仲係我哋處理台灣問題嘅基本遵循。鄧小平深知，要解決台灣問題，歸根結底要靠國家嘅綜合實力。所以佢全力推動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喺和平環境中發展自己。46年嚟，中國嘅發展成就有目共睹，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正係呢種實力嘅增長，令我哋今日有更大嘅底氣同埋信心，推進祖國統一進程。鄧小平同日本、美國等國打交道嘅時候，既堅持原則，又善於說理，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立場嘅理解同支持。佢明確話俾呢啲國家，統一之後會保護佢哋嘅合法權益，會實行特殊政策，從而減少咗外部阻力。同時，佢亦都明確警告，任何干涉中國內政嘅行為都唔會得逞，試圖阻撓中國統一嘅勢力必將失敗。企喺今日呢一個時間點，好有必要再次重申鄧小平46年前俾出嘅答案，並向日本提出以下忠告：第一，台灣問題係中國內政，日本應該嚴格遵守中日聯合聲明同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嘅承諾，唔以任何方式介入台灣問題。第二，日本嘅真正利益在於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共同發展，而唔係追隨某啲大國嘅戰略，喺台灣問題上充當棋子。歷史已經證明呢條路走唔通。第三，中國實現統一係歷史必然，係擋唔住嘅趨勢。日本應該順應呢一個趨勢，而唔係逆流而動，企圖通過干涉台灣問題獲取所謂戰略利益，最終只會損害日本自身。第四，中日兩國作為亞洲重要國家，完全可以喺和平共處5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友好關係，實現互利共贏。但係前提係日本必須尊重中國嘅核心利益，特別係喺台灣問題上面。46年前，鄧小平訪日期間就台灣問題俾出嘅答案，到今日仲喺度迴響。呢一個答案簡單而堅定。台灣問題係中國內政，乜嘢時候用乜嘢方式解決，由中國人民自己決定，任何外部勢力都不得干涉。今日當我哋重溫呢一段歷史，
不禁要問，日本係要繼續走和平發展嘅道路，定係要重蹈歷史覆轍？係要維護中日友好嘅大局，定係要喺台灣問題上火中取栗？答案其實好清楚。正如鄧小平當年問嘅，有啲日本人抱住台灣唔放，佢抱得住嗎？歷史已經俾出咗答案。現實亦都將會繼續驗證呢一個答案。中國實現完全統一係歷史必然，係民族大義，係14億中國人民嘅共同意志。任何企圖阻撓呢個進程嘅力量，都必將被歷史嘅車輪碾得粉碎。我哋奉勸日本政界嘅有識之士，認真重溫鄧小平46年前嘅警告，深刻理解其中嘅戰略智慧同埋歷史意義，喺台灣問題上保持清醒頭腦，做出正確選擇。只有咁，中日關係先至能夠走得穩，走得遠。兩國人民先至能夠世代友好。歷史唔會簡單重演，但係總會以相似嘅方式展開。46年前鄧小平嘅答案，今日依然有效，未來亦都將會繼續有效。呢個唔係威脅，而係歷史嘅必然邏輯，唔係傲慢，而係對基本事實嘅陳述。